位老師、同學同家長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機甲聯盟系列數字競技機械人大賽2026香港站嘅介紹影片。呢次賽事旨在培養年輕人嘅 STEAM 技能，透過機械人對戰，激發創新同團隊精神。等我哋一齊了解比賽詳情。喺今次嘅比賽流程入邊，每間學校最多派出2隊參賽，每隊由3位選手組成，並需準備最少3部正選機械人。比賽地點喺香港數碼港商場，可以使用嘅機械人類型為 E1 Pro 或 Code Zero。中學分組賽喺2026年5月16號舉行，小學分組賽喺5月17號舉行。32強抽籤會喺5月17號比賽完成之後進行，決賽則喺7月13至14號進行。初賽採用單循環賽制，結束後轉入32強淘汰賽制。喺分組賽晉級條件方面，中學報名上限為80隊。分為16組，每組5隊，首2名晉級。小學報名上限為60隊，分為12組，每組5隊，首2名加上8隊復活晉級。排名依據總積分、總用時、勝場數。32強賽以抽籤決定對手，3盤兩勝制決出勝負。大家記得留意報名限額及早準備啊！今次嘅比賽形式採用3盤兩勝制，計分機制為2-0勝出嘅隊伍得3分，2-1勝出嘅得2分，2-1落敗嘅得1分，2-0落敗嘅得0分。至於時長積分，勝場用時少於或者等於60秒加2分，60至120秒加1分，超過120秒就冇時長積分。每位選手及其機械人只能夠參加1局，每場賽事內只可有1部機械人使用彈射或者舉升模式。隊伍需賽前提交出戰順序，一經提交不得更改。對戰連接階段先至會得知對方機械人類。至於獲勝條件包括任何一方機械人喺10秒內無法移動，即係判定落敗，被擊飛至 outer area， 並喺10秒內無法返回，亦都判定落敗。如機械人遭受嚴重損毀，有可能引起燃燒等嘅危險情況，裁判將停止比賽並判定落敗。若果雙方進入 outer area 超過10秒，則終止比賽。按進入先後或者上下順序判定負方。比賽冇平局，若果3分鐘內冇條件觸發，將持續對抗直至出現結果。嚟到大家都好關心嘅改裝規範部分。喺今次嘅比賽入邊，機械人總重量不能超過400克，不含遙控器，尺寸限於長寬170毫米乘170毫米，高度唔超過100毫米，需具備至少1個可獨立操作嘅武器系統，可擁有多個武器。可用物料包括 PLA、PLA+、TPU、ABS、PETG 同埋光敏樹脂。材料使用原則為不能對賽場造成污染或人身傷害風險。螺絲、軸承等必要零件可使用金屬，但車架、武器等自製零件不得使用金屬、碳纖維或玻璃纖維。武器需由選手遠端操作，可以有自動系統，但需可遙控開關。今次嘅比賽，我哋對碳纖維嘅應用都有特定嘅限制，因為碳纖維物料因強度較高，為確保公平及安全，只可應用於原裝設計使用嘅部件。允許嘅應用包括碳纖維蓋板及碳纖維臂、E1 Pro 或者 Code Zero、轉鼓、彈射、作擊、橫轉。任何非原裝設計嘅碳纖維部件均禁止使用，以確保公平同埋安全。而家等我哋透過檢測流程影片，了解機械人點樣經過檢查，確保符合規範。首先，每一隊都會有一張檢測表，記錄所有機械人嘅檢測數據。然之後，你哋需要將1號正選機械人交俾裁判進行重量同埋尺寸量度。重量方面會係2個磅磅重，然之後取一個平均值，之後將佢放入一個尺寸量度嘅箱裏邊，冇超出界限為之通過。然後你哋需要將1號正選機械人嘅替換機械人交俾裁判同步進行量度。通過之後，裁判會貼上一個通過嘅貼紙，同埋會貼上1A 同1B， 用作識別。1號正選機械人就會係1A， 1號替換機械人就會係1B， 跟住就會係2號機械人嘅正選 2A 同 2B。大家畫面而家見到裁判會填寫相對應嘅重量資料以及尺寸是否通過。另外，完成所有機械人嘅檢測之後，你哋都要申報每一部機械人所使用嘅 3D 打印物料。完成所有嘅正選同埋替換機械人嘅檢測之後，需要隊長喺檢測表上簽名確認，就可以離開檢測區域。睇完檢測流程嘅影片，相信大家對當日嘅檢測過程都有多咗嘅了解。為咗讓同學同老師更了解比賽當日嘅流程，我哋準備咗一條參考影片，俾大家更具體咁了解對戰情況。
請注意，影片僅供參考，比賽當日流程以現場安排為準。而家不如去片，我哋睇睇比賽流程，裁判會點樣召集大家，同埋當中有啲咩流程，大家要留意。好，而家有請雙方選手進場。咁啊，先將你哋嘅出場順序表格交俾我。好，咁啊，紅方你係呢部係1A 機械人，藍方你呢一部係2A 機械人。好，咁我檢查下你哋機械人先。好，我會將你之前嘅貼紙移除咗先。好，雙方機械人都冇問題嘅。紅方而家先請你連接你嘅機械人。好，藍方請你連接你嘅機械人。好，雙方都連接啦。我而家會先幫你哋解鎖，然後我哋會進行測試嘅。咁而家咧聽指示就可以啦。好，兩邊機人咧都已經解鎖咗㗎啦。你而家咧先測試一下你哋嘅前後左右移動同埋武器運作有冇問題先。好，紅方有冇問題？好，藍方。好，雙方有冇問題？麻煩熄翻個武器先。好，而家我會幫你哋咧黐翻屬於你哋顏色嘅貼紙嘅。好，咁啊，雙方有冇其他問題？準備好未？好啦，準備好啦，我哋而家會開始賽事。咁大家陣間咧聽到比賽開始4隻字，我哋先至可以拎起遙控器嘅。OK， 冇問題。比賽開始。藍方請你展示你嘅移動能力。我而家開始計時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 10秒時間夠，紅方獲勝。擺低你哋嘅遙控器。好，我哋完成時間係1分41秒。好，麻煩雙方選手先熄咗遙控器先。好，藍方你呢一局第一局係落敗嘅，紅方你呢一局係獲勝。
而完成時間呢係1分41秒，咁所以你會有1分嘅額外積分。好。好，雙方選手可以攞翻你哋嘅機械人同遙控器，下一位選手可以過嚟啦。好，第二局嘅選手可以過嚟啦。好，第二位紅方第二位選手，你哋用嘅係2A 機械人；藍方第二位選手，你用嘅係3A 機械人。7、8、9、10，紅方獲勝。好，雙方擺低手掣，我哋完成時間係2分44秒。好，雙方選手熄咗遙控器。好，呢一場賽事都完結㗎啦，紅方2-0擊敗對手。好，紅藍雙方咁啊，紅方你哋2-0擊敗對手，會有3分嘅勝場積分。另外你哋嘅額外加分，第一局係1分，第二局係2分，咁總共咧呢一場你哋係落得6分嘅。冇問題嘅話喺呢度簽名確認。藍方你2-0落敗，亦都冇額外積分，呢一場你哋冇得到任何積分，亦都喺度簽名確認。好，另外亦都需要喺裁判嘅積分表上面簽名確認嘅。藍方、紅方。好，呢一場賽事已經完結㗎啦，咁你哋咧可以攞翻你哋嘅機械人同埋遙控器，準備下一場賽事啦。喺呢度都特別提醒大家，當競技艙被破壞時，邊裁判會立即暫停比賽，雙方操作手需停止操作並關閉機械人同埋遙控器。工作人員將修復場地安全問題。比賽重啟之後，操作手重新啟動機械人並重置於紅藍區域。特別注意，競技艙底部玻璃可能受損，大會已經準備有限嘅備用玻璃。若備用玻璃耗盡，將使用亞加力膠替代。感謝各位嘅收睇，報名嘅連結已經上載咗喺我哋官網，想報名嘅老師快啲報名，一齊感受數字競技嘅魅力。期待喺2026年數字競技機械人大賽香港站見到各位嘅精彩嘅表現。